瓜文提的秘书柯志如是金华城备案的关键人物，伊即摆到底伫咧倒位咧？周刊报讲，伊可能已经到太平洋的岛国万纳度，讲伊可能用投资移民的方式，摕到当地国籍甲护照。啊，讲柯志如逃亡的路线，甲逃走去海外的国宝集团的总裁朱国荣真相共。敢有影安尼咧？台北地检署讲，侦查中的个案无评论。前国文提秘书柯志如将这金华城案侦办过程欠缺一块关键证据，那即马周刊报道，伊走到海外，飞到太平洋岛国，国文提交保证前，恐惊袂转来台湾。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表达一个抱歉。8月29日，国文提局长为小白黄埔会室内请假党主席，不离个传出，同一天换私人金库的柯志如就买机票出国。8月29日飞到日本，周刊报道，伊暂时住伫咧遐，后尾飞到澳洲，随北检发布通缉，传出可能伫咧10月29日护照方注销进程，飞到太平洋岛国万纳岛来得到国籍和当地护照，是要让港脱身。柯文哲哦，一边啊叫橘子快跑，一边出卖橘子哦。非常可恶啊！柯文哲让别人的小孩用不同的方式出去深造，逃亡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坏。听讲柯志如逃亡路线和国宝集团总裁朱国荣同款，朱国荣即马起报5号，搁伫咧走路，到万纳岛了后，有黄金护照方案，63万美金投资移民，就当摕到国籍和护照，卖使飞到其他国家。谢谢大家。北检讲，媒体报道内容算是侦查内底个案，无法度评论和证实。那虽然专案无关键的角色，不过检方侦办的进度赶快继续来推进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